菩薩修持第30。復次亞難，彼佛剎中，一切菩薩，禪定智慧，神通威德，無不圓滿。諸佛密藏，究竟明了。調伏諸根，身心柔軟。深入淨慧，無復如雜。依佛所行，七覺聖道。修行五眼，照真達俗。肉眼簡擇，天眼通達。法眼清淨，慧眼見真。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。辯才總持，自在無礙。善解釋，間無邊方便。所言誠諦，深入意味。度諸有情，演說正法。無相無違，無縛，無脫。無諸分別，遠離顛倒。於所受用，皆無攝取。由佛剎，無愛無厭。亦無希求，不希求想。亦無彼我違願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諸菩薩，於一切眾生，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捨離一切執着，成就無量功德。以無礙慧，解法餘餘。善知習滅音聲方便，不因世語，樂在正論。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。生身煩惱，易如驅盡。於三界中，平等勤修。究竟一成，至於彼岸。決斷疑妄，證無所得。以方便智，增長了知。從本以來，安住神通。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悟。